如果你坐過巴士，你就會知道，就算車上面一個人都冇，但係司機都會將架車開到去終點。我意思就係話，你唔好因為任何人嘅離開而停止你應該應有嘅生活。再大嘅事情，3年之後呢，都係變咗小事；再苦嘅事情，3年之後都可以輕描淡寫。求而不得是常態，所求非所得，未必係遺憾。世上呢，冇永遠盛開嘅花，亦都冇不老嘅青春。我哋都係來世間一次旅行，旅行最有意義嘅就係沿途睇睇個風景，而唔係最終嘅目的地。途中會經歷咗好多事，遇到好多人，留喺身邊嘅就變成咗同伴，擦身而過嘅就變成咗過路人。無論留低或者係行開嘅人，我哋都要心懷感恩。人一世最緊要係照顧好自己啊！除咗健康，乜都唔真正屬於你。少啲激氣，少啲計較，多啲開心。你話幾好啊？輸咗健康，贏咗呢個世界，咁又點啊？好多病都係激出嚟，激氣10分鐘就等於捱夜5個鐘。所以咧，我哋唔好嘥心機同啲爛人爛事去糾纏，唔經歷下爛事，點算係人生啊？記住，心闊路先至係闊嘅。好多人都問我：喂，溫師兄，你家世咁威水，做咩仲要捱更抵夜去拍戲啊？唉，我話俾你聽啦，樹大就有枯枝，族大就有乞兒。我又係枯枝，又係乞兒。但係咧，枯枝咧都有枯枝嘅活法嘅，都唔使同人比噶，自己中意就夠噶啦。人活喺一世最緊要咧就對得住自己嘅心，屋企有飯香，身邊有人笑，夜晚瞓得覺。你話係咪？唔好去強留任何一段關係，即使你好在乎，唔好成日擔心會失去邊個。你可以問下你自己，又有邊個會擔心失去咗你？水唔試唔知道深淺，人唔交唔知